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cy。今次我哋竟然試到酒店嘅套房添啊！Hi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新李，阻住大家睇靚女一陣，又喺度首先見到我啦。不過今次呢，首先見到我嘅原因並唔係因為呢間酒店距離地鐵站非常遠，先請大家多多指教先。其實呢間酒店咧，距離地鐵站咧就唔遠嘅，但係咧佢嗰段路係非常之特別，係一條好窄嘅路巷，甚至乎沿途會經過油站、經過巴士站，係會有好多嘢阻住你前行嘅。咁喺我哋測試路段嘅時候咧，係遠超10分鐘路程。而且沿途咧就冇乜遮掩，咁所以我奉勸大家，如果嚟呢度咧就搭個車會實際啲。不過今次又係好特別，我係第一次 book 酒店嘅套房嘅，因為呢間酒店咧喺我 book 佢嘅時候咧就做緊一個 promotion 優惠，套房嘅價錢咧就同普通嘅房咧係差唔多嘅，非常之實惠。咁所以咧，我相信佢唔係第一次咁樣做啦，我係覺得係好值得一試嘅，係我覺得非常之咁超值嘅，抵食夾大件嗰隻。經由酒店 App 訂房，淡季日子基本房間價錢大約為港幣400蚊左右。如果好似我咁遇上推廣優惠，套房房間都只需要600左右。酒店全層禁煙，上房需要拍卡。睇房時間，正如大家所見，今次我入住嘅係套房房間。官方報套房房間面積為30平方米，由影片可以睇得出係真係指實用面積，空間感絕對充足。酒店採用基本商務風格設計，單位採用全景落地玻璃窗，大廳同房間都設有電視，不過就只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雙人床係 Queen Size 大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充電插位，浴室空間同樣充足，可惜就不設浴缸啦。睇得出酒店嘅套房始終同 apartment 房間係有所不同，並唔係以長住顧客為目標，而係以舒適為概念。所以呢度就唔設有小廚房同埋提供飲食爐具，就連儲物櫃位都係緊足夠。雖然係咁樣，但係呢間酒店嘅淡季性價比的確非常高，我本人依然十分推薦。By the way， 繼續講下呢間酒店嘅缺點啦。嗱，好出奇地喺呢間酒店度咧，我覺得都幾個缺點嘅，冇錯係幾個。第一點一定係噶啦，地理位置，工廠大廈區域附近唔係商廈就係工廈。咁啊，交通其實又真係唔係好方便，咁真係奉勸大家咧搭車過嚟會好啲，飲食都麻麻地，甚至乎咧酒店下邊嘅 7-Eleven 咧都唔係24小時嘅，係我覺得個位係叫有啲另類嘅隔攝咯。第二點，燈光係唔知點解套房嘅燈光咧係真係欠奉嘅。反而咧房入邊嘅燈光咧就好充足喎，你如果開晒台燈、開晒剩咧係完全夠光猛嘅喎。第三點，熱水爐，冇錯係熱水爐。熱水爐咧係唔夠熱嘅，咁但係咧佢唔係話凍到你會覺得凍嗰一隻，而係如果你中意沖好熱嘅熱水涼，好似我咁樣咧，佢係絕對唔夠你用嘅。我開到最大咧，佢都係啱好嘅熱力。嗱，不過以上嘅缺點咧，我覺得係唔影響住宿體驗嘅，但係係一啲好細微細眼嘅缺點，咁睇下你會唔會介意啦。跟住落嚟就解答一下大家經常問到嘅2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就係網速嘅問題。咁我哋出到係大概係50幾 Mbps 嘅網速啦。咁
我覺得係中規中矩嘅。咁對於我哋平時打機啊、睇片啊係完全冇問題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你係辦公辦事嘅話咧，可能就真係幫唔到你啦。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噪音嘅問題啦。咁我哋拍攝嘅期間咧係完全冇其他奇怪啊，或者係工廠出邊嘅聲音係完全冇嘅。咁希望以上嘅解答可以幫到大家。拜拜。大家解決一下，就嚟一次回答一下，唔係解決一下。OK。